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来的万万吼，其实唔单止有万万祖卡，其实万万的人文历史嘛系quite丰富的。你今日有想到喺我哋万万有机书店嘅副店长林玉光过来当来现场，同时有一啲听说我哋花所播放嘅一啲朋友，我哋啲填曲来当来现场，也同我哋分享讲，佢当初喺样嘅八日嘅飞本。做出来的，天的有想到我哋呢個廣告，嚟到現場。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萬萬有機書店林玉光，我係在地視覺水人。係，同時我哋今日話有一啲我哋個人強嘅一啲後生嚟到現場，我哋天享好。大家好，我係天橋，我係新竹準備嘅行年，兩下到台灣大學嘅人類學研究所圖書。今日佢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啦，因為其實我哋一講到我哋嘅萬萬啊，睇緊睇咧講萬萬祖卡，但是其實萬萬也算是我哋綠隊嘅先鋒隊裏邊，算是一啲人文荟萃，同時嘛係一啲歷史幾豐富嘅地方。我就想問一下，玉光，因為其實我同討論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萬萬有啲有機書店嘛，係咪同啲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一下講萬萬嘅有機書店嘅一啲理念係乜嘢？其實我哋因為經過國家發展，我哋最主要要推廣也係閱讀嘅習慣。就算我哋雖然講書店，但是我哋冇買書，我哋係用一本書嚟選 Q 書嚟揾我哋書，一本教揾一本。主要我哋係做以本身嗰度嘅以實體書店也啲書唔係標題錄卡，是採講也係本重組，如果唔係講愛亂跳路環保的問題，就是唔係拿到我哋本我哋書店，你也可以做公益，順便做環保，然後我們開在偏鄉，順勢也係加會本也就會向下嘅聲音咧，有接觸到伊書嘅理念，甚至我哋來到去年嘅4月來到也是，我哋除咗做書店來講，我哋也積極的做佛房嘅文化地方創生的工作。嗰時入去書店用揾書嘅方法，一本揾一本，把這個錄卡嘅以前讀過嘅，無論講已經冇得讀嘅書，來一篇揾啲新嘅書，同時嘛同大家分享。咁這個係做副店長，副店長嘅工作係乜嘢？我哋更加本身嚟講有兩個一啲職工，一啲細妹嘅曾建輝一點鐘，而負責嘅係產業嘅6隊好了。我負責的如何採地嘅連接，同做一啲佛房藝術村，就算我哋要積極的要把四個水打造成一個藝術家駐村的一個佛房藝術村。可是等於講，入去書店唔單止係做啲賣書嘅，同時以外係負責嘅東西嘛，幾方方面面。部分都想問一下，我哋都係後生嘅，難得來對作別來後生嘅天享，這個係咪同啲觀眾朋友睇有紹介係講以前嘅工作嘅經歷，同時這個喺地方創生地位負責的一個角色係冇？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其實是在台大的那個學生會裡面，那個時候在台大是負責我們學校文化資產的推動，那個時候就發現了其實文化對於我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然後後來呢，我就逐漸的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去關心竹北地區的地方創生，特別是新竹這個地方呢，它有非常多的科技新居民，從台灣各地來到竹北這個地方，特別是竹北這個地方居住的這些新居民。那他們其實和我們這些傳統的客家，就是新竹的客家莊的這些鄉親，其實有非常不同的習慣。那要怎麼讓不同的人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面呢？那其實可以透過像是工作坊，或者是地方志的書寫，然後呢，來讓大家一起去認識我們新竹這個地方的客家文化。對，那後來呢，我就發現，好像我要跨出新竹的視角，台灣不是只有新竹的客家人，我就想要到南部去認識除了新竹以外的客家人，他們和我們有哪些一樣或者是不同的歷史經驗或者是文化的習慣，所以我就在去年很幸運的到四溝水這個地方，然後想要做田野調查，然後呢就剛好遇到了這個萬然有機書店的開幕，然後就
和玉光大哥一起做这个地方耆老的访谈啊，还有地景的走读，然后后来呢就整理许多四沟水的这个历史资料，然后收获了非常多。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以前还得做北嘛哈？在还没有来到南部之前，应该说在去年之前啦，你有没有来过南部？那同时你这时间你这个有第六对一件事情？我以前有来旅行，就是一直对南部的这个客家文化很感兴趣，所以然后也觉得这个地方的天气非常的宜人，的气候跟北部非常不一样，所以就有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以前对于六堆的印象是非常少的，那会燃起这个对六堆的这个爱意呢，其实主要真的是做历史的调查，就发现其实南部六堆的历史呢是非常非常长远的哦，然后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研究。对，然后如果我们能把六堆的历史和北部客家人的历史放在一起做比较哦，甚至是把东台湾的客家人的历史放在一起做比较，可以拼凑出台湾整个历史发展过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冇唔錯，其實像今年我哋來有講過吼，其實一擺嘅6對300嘅伊啲發通地步有一啲我哋支邊部我哋客家嘅伊啲先民吼，同時我哋連續線嚇連續線嘅我哋咧台中里路睇我哋有講過嘅祖先嘛吼，一部分嘅故事係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講一下？正如咱主持人講嘅吼，前年呢第二部嘅伊嘅6對300慶祝國大嘅典禮嘅時節，咱呢總統蔡英文一路有辦伊嘅匾額本業嘅所有台中里副台中里嘅匾額嘛吼，早上都版本我哋呢播放嘅伊嘅好意，有也包廂閱讀嘅早上我哋去年嘅書店，許多嘅時開始做伊嘅爬樹田調訪談，咱開始慢慢嘅都知影講原來我哋也4個歲有按不得了嘅一個勇敢嘅祖先林錫賢，伊如係喺185嘅時節去適應咧副台總理，伊嘅戰役如係1895伊嘅布葉火燒伊嘅戰役，台總理如係許豐陽。副台總理都係我哋4個歲更加書店嘅地方，副台總理播放林錫賢。嗰時其實嗰種冇見過廿位嘅發通吼，無你講第廿位伊啲支邊嘅一個歌唱地方，我哋會發現到其實對我哋嘅鄉民來講法，我哋真係怪唔地講，其實伊啲按創業嘅伊啲195幾年咧，我哋真係為咗愛抵抗日本接收台灣，後伊啲布業留子業。嗰時其實咧許豐陽台總理同我哋咧林錫賢我哋副總理，其實就帶動我哋嘅莊民，我哋嘅六堆嘅村民，後去抵抗跟日本人嘅接觸嘅時節，我哋都是唔地講，也都按從太嘅事情咧。台灣人都聽我哋咧慢慢，或者聽我哋先鋒隊。甚至不但講唔對，我去年嘅6月時開始做訪談田調時，滿一定一家嘅祖先，伊嘅好意竟然冇人對，甚至滿嘅長輩還有同我講伊家嘅，但是伊嘅黑微微，伊嘅小安總統伊嘅辦一匾額是確定嘅嘛吼，咱我哋咱開始一直尋嘅資料，啲嘢後來我哋都尋到一定主公牌檔案，確實都有寫副台總理幾隻事。再過來都底下講確定伊嘅副台總理，但是是伊喺乜嘅戰役，乜嘅時節做副台總理咯，咱我哋都開始爬書找文獻，慢慢了解講，原來伊喺185布業火燒，伊戰役嘅林錫賢副台總理。佢將前段嘅歷史以後佢對於等嘅後台嚟講，當然係啲貴重要嘅一啲歷史嘅一啲文獻嘛嗬。佢對於萬萬嚟講嚟講，唔知講因為講從萬萬先鋒隊出嚟嘅安尼條件，因為歷史俾人潛出來以後，對於唔同先鋒隊、唔同對萬萬人嚟講嘅話，唔知佢心情係樣咩？我本身是百感交集，因為一開始我哋第一件事情，我哋都積極相關嘅安樣嘅保存甚至發揚。早上我哋今年我有一啲台南美術館寫也嘅畫書房，也故事嘅內容。早上我哋去年呢同嘅天氣以來都係都積極討論，今年有也嘅安嘅時，我哋都兩個都
主要的撰稿人嘅指导来，伊啊等于跟讨论讲，甲爱写什么故事是哪什么故事呢？吼，做上啊等于讨论讲，第一点啊等四个村民伊嘅搬家故事，第二个讲也傅太忠的林雪贤的故事，第三个林田福也抗日英雄故事呢吼，我等是更加先以三个也的故事，希望不但是六队下算全台湾的客家乡亲，第一也故事，因为我等底下做资料时间，几多都讲，比如讲我等有提县政府、屏东县政府查的一啲资料来讲，偏嘅抗日英雄林田福，伊嘅厝的伊嘅原有的从众都讲一啲呢辈林德钦。个49岁的林子春，伊哋两个时间拢同时以呢辈投案的嘛。可是林德钦更加提嘅县政府伊嘅记载里面已经把它平反了，是列为烈士。更加我哋49岁的林德钦都更加也都还不知道，连什么也不知道。做成我等都很感慨讲，除非我哋咪讲我哋做访谈填调查，嗰度。一段历史几乎提49岁提整个万万有全部都空白的，也甚至抹涂白的做上我等发现时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等需要要更加努力本客家全台湾呢，也算海外也客家乡亲第一讲原来林雪贤也会傅太忠哩，係我等49歲我等勇敢的祖先。可是其实对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同时本他个人提供也在土地上面发生嘛事情，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休息下我等下个的外国多过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今日节目我就来自屏东万万有技术店副店长有广告，还有同我哋来自竹北的后生人，我哋呢田秀来到现场，同人讲伊哋当初来到我哋万万的一个故事。但是睇下节目嘅开始我想要请问下面头上一套节目底部，我哋有广告有讲到讲，其实喺195年嘅时节，我哋万万出嚟一啲我哋副太总理林雪贤来到我同我哋抵抗我哋日本嘅接触台湾。部分，但是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想问一下，人家的那年轻人，就是竹北的年轻人，以前我看一段，我能讲台湾的抗议的时间地步，其实台北的北部行业同南部行业，算是我哋台湾的抗议的一个时间地步，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年轻人我看一段事情，我觉得除了1895年的抗日事件以外，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比如说我们北部人去拜义民庙，我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客家人好像蛮爱打架的，或者是要么不是打其他族群人，要么就是这个有时候是跟政府合作有时候不是跟政府，如果是改朝换代的话，可能去打另外一个政府然后当然我们从小到大会听到很多大人会跟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客家人应景对吧，很勇敢有不同的，我们只要我们都见义勇为，而且很合作客家人就是非常的团结对吧我们都会保卫家园这样尤其是很爱强调我们客家人保卫家园的这个精神1895年的时候也是就是我听到很多跟1895年有关的历史，他就是说我们客家人是一群非常爱护台湾家园的人然后呢我们在遭遇外敌的时候呢，我们是站在第一线去对抗这个外来政权的可是我逐渐就觉得说好像不太能说服我因为像我就也是客家人可是我好像要我出来打架，好像或者是要出来抗争，我有时候可能会比较胆小一点点，所以我逐渐越来越大呢，我就觉得好像我们问题要问得更远一些，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客家人会在这些重要的历史时刻集结起来，然后去对抗另外一种势力或另外一群人。那我逐渐就发现说，也许我们要回过头看的是，
到底这个长期以来台湾的历史过程，台湾就是我们的客家人从这个中国东南移民到这个台湾之后，他们到底经过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处境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常常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的时候呢，我们会愿意跑出来，集结起来。也许原本是不同村庄明明有可能是会吵架的嘛，客家人也内部也会有斗争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大家团结起来？所以我到现在研究所的阶段，我其实很想要做的研究就是重新去看以前的历史记录，从清代到日本时代，到我们刚刚讲到的6堆的抗日，还有北部也有很多抗日事件，想要去了解的就是，到底长期以来客家人我们在台湾我们的这个处于的位置是什么，和其他人群和族群或者说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那也许如果我们能够延续这个探问呢，也许我们可以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很常讲所谓客家文化的复振，客家历史的这个书写，那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更多元的这个视角跟立足点。对，因为其实对我哋南埔人来讲嘅话，其實一件事情其實嗰個說明啦，因為其實南埔6隊一件事情，如因為我哋過做時，我哋注意過時間嘅時間，我哋為咗愛地通注意過嘅一啲我哋講二大愛的那個時候，我哋即刻都組成了一啲算是民間的一個組織，就是從7營開始到現在6隊。嗰時嗰時都變成講，當初日本人開始來接觸台灣嘅時間，其實北埔又馬上就集結起來，變成第一股，而且這個集結不僅是只有客家人，當時其實在北部，其實原住民也是集結在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支哈。那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我說對我來說，其實我是比較感興趣的，因為其實本來6堆就是一個戰鬥組織嘛，我們本來從以前打到現在的哈。可是其實對我哋來講，6隊一個組織本來就是一個民防組織哈。可是嗰時間日本人上來嘅時間，當南埔我們交通咁樣多事情呢，當然馬上都大概6隊都開始，因為其實後來睇到八卦山之一的時間，其實本來係等6隊而去聽書嘅，總話最後的一個八卦山之一的，其實我們6隊本來要上去，剛好遇到風災，好，然後我們的下淡水溪就是現在的高屏溪整個漲，然後我們意思說我們沒有辦法過去支援。剛好就一部分好，就像我有講過，因為其實你出的一啲我哋咧北屬貨防一件事情吼，你哋希望講也為一啲非本吼，像一般我哋讀非本嘅人帶來用嘅一啲想法，無論用嘅一啲歷史嘅感覺咯。我哋非本主要是講用簡單嘅方式講本最細萬細細年路底下講，原來頭擺嘅伊個對農業社會清朝到日本時代時開始慢慢的講工業化，就算後來我哋有寫第3個故事林田富嗰時，伊個提客家以外嘅族群嘅角色，都有一些把它變態就算伊6隊嘅角色都慢慢嚟都，因為伊提1895，伊抗伊個布衣火燒迄個時間，96年嘅時間，伊個秋風洋嘅伊個周惠藩同個林雪賢，伊等都要同日本人有和談。就是和談時，天在隔一年1897嘅時，因為6隊組織實際上都解散了，都變都沒有咗。就算1897嘅時間伊也解散，但是林田富又在隔一年1898年嘅時，伊又帶隊，可是伊我哋發現林田富伊帶隊嘅時，伊嘅組成分子都我哋都有討論過嘅伊嘅史上喺日本，伊嘅有新聞當時都寫1898籌組時間。伊個族群有做客家人以外，有個河洛人嚟有一位平埔族嘅一啲位赤山灣建有一啲位平埔族嘅一啲原住民。就是我哋都感到幾奇怪，因為唔係講純粹林雪賢一下時都幾簡單都客家莊同日本兩個對抗。就算最貴一下時間，伊還係6隊。客人同嘅河洛人嘅嗰度兩民客嘅嘛，但是1898嘅時間，伊
一路有跨族群、跨族裔，就算我哋同田西提经研究，将以前台湾文献资料清出来时，后来都经过伊也嘅清朝日以农业社会时节，提海上贸易还算做生意。对清朝的政府来讲，一定好像不受重视。以前人说的农业社会，嗰场主要2个税收，一个人丁税，论人谁来嘛，跟一个土地税，好像没有贸易税，也没有一些的其他的海上的什么运输货物税。可是以林天福一旦日本时代来到台湾的时候，一路把这一些的纳入一定的税收之一。就算对原来亚裔岛人来讲，一定有感觉就是苛政的感觉了。就算一旦当初林天福很容易号召，就算也屏东的还有林少猫，一定两日讲的改好，林少猫都打屏东，还有林天福都11岛人都打潮州办务所就算我哋喺度发现到讲伊慢慢的历史对开始一啲纯粹客家族群，过来慢慢的已经都有一个台湾人的感觉了。就算历史推演进都更加是一啲后生讲一啲生日为啲台湾一啲主题嘛就算我哋下一故事的时候，都有一个使命感讲后面都讲分享原来历史和原来歌唱分享所有台湾还算讲世界客家乡亲，伊讲原来以前都会有歌唱。那在做田调或者是说资料收集的提访的部分，你这个有读到哪个问题？刚刚玉光大哥提到的这个1898年林天福和这个潮州事件呢，其实过去关于这件事情呢，历史学家关注的也不多。没有错，有关注这件事情会说这个是六堆的这个抗日的延续，也常常把它当做一个客家人的集结，就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啦。可是呢，我和玉光大哥也都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个事件呢，它明明在六堆这个武力集团已经解散之后才出现。再来呢，它的族群的组成呢，根据我所看到的这个日本那个警方所记录到的资料呢，它涉及了东港西上下游的其他聚落跟其他不同方言群的人群，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事件非常有意思，很值得我们持续做调查。那我的确在这1年的时间，就去找各种就是日本军方的记录，还有这个台湾文献馆里面这个总督府文献，还有日日新报，就发现。的确，这个事件很多猫腻，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说这些日本抓到的这些当时叫做匪徒啦，有抵抗日本的，有去占领这个潮州办务所这些人群呢，他们全部来源的聚落都在东港西旁边，而且很多是当时的所谓的河港。就是在座的观众可能不知道，就以前呢，这个东港西其实是河运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交通要道，所以每个聚落它其实都有这个河港的功能。那当时的这个潮州事件呢，这个很多的居民呢，就是居住在这些聚落，他们不见得是客家人，可能是刚刚讲到的平埔族人，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平埔族人，赤山万金，还有竹田的狗仔钱。好，再来呢，还有闽南庄的人，最有名的那个人叫做林少猫。我想主持人跟玉光大哥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跟林天福应该是就是一起合作去攻打潮州办务署的。好，那除了潮州事变以外呢，我还发现，在1898年的那段时间，其实不是只有林少猫跟林天福这几个人比如说在这个东港也有好几起的这个动乱比如说他们会去抢劫做什么的。那这些我们讲的匪徒就是日本人会说他是匪徒，这些人呢，他常常是居无定所然后他有些可能是住在东港西上游的平埔庄有些可能是客家人然后呢一哄而散他们没有像六堆这样的固定的武力组织那这些故事呢为什么重要呢？它会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早期的这个历史的
还有那个我们的社会的运作呢，不是只有族群，不是说客家人只跟客家人合作，不是说客家人只会去打闽南人，也不是说客家人保卫家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不是因为客家人保卫家乡，所以去抵抗日本人，事情的复杂性远超过如此。人会集结起来，有时候呢，必须说他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力量，比如说刚刚讲的那群人，他们很多都是做河岸贸易，比如说做这个米谷，或者是做这个苎麻业，有些甚至是做鸦片的贸易，所以这个会提醒我们说，当时虽然是农业社会，但是还有很多的人呢，他其实做的是零零散散的各种的职业，有些可能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的。等于你讲，其实事件伊咧发生咧，伊咧过程地步有几多无穷嘅原因。可是谈过鸦片，你会发现到讲，其实我哋常常看到历史嘅事件地步，伊唔单止係伊咧发生嘅原因。休息一下，我等下我就問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萬萬有技術點樣副店長林玉光哥，還有我哋做別的後生嘅我哋田學羅東嚟現場，同你分享我睇一本學術播放一本書地位，到底而即個呈現係樣嘅內容。我想請問一下玉光哥，從日本嘅一啲非本嘅一啲我哋講做出來過程地位啊，有多乜嘅問題冇？我哋睇一個做開始一個學術播放嘅三個故事嘅時間，不但發現到所有嘅一個文獻資料完全幾乎公開，甚至每一個老人家，還算重度嘅一個年輕人，一切完全都不懂。所以我哋睇做研究嘅時間，一定也該冷漠但是我哋都屯也填寫，都積極地將伊嘅原來資料呈現俾一啲老人家看，一定看到也該感動講，原來我哋台灣祖先有按多嘅故事，按多嘅歷史，加甚至按應用嘅時間，就算我哋都將一個繪本都有像我哋去年有啲王守輝，伊本身都我哋去年做伊嘅藝術村嘅伊嘅作品，伊也都喺我哋49歲嘅伊嘅所有嘅攏伊嘅作品攏喺我哋49歲，也有請一啲音樂老師，一家多媒體劉嘉怡。個嘢黃伯成一條插畫家，特別我哋有啲佢，伊哋都講按用嚟做一條嘅其他嘅，比如講大將軍想講我哋嘅村嘅一條嘅畫面嚟補上去，溜縮縮，能有一本嘅所有體育嘅成績出來。其實頭先你有講過嘅嗰度事情地步譬如講伊哋採鐵農業嘅可能都記唔得咧。同時，有的人的立場嘛都有想法，跟這個起碼按到資料，但是沒有一個在地的一個算是口說歷史去做資料的一個對證，部分能用來處理啊。主持人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是我們在做歷史調查的時候很常碰到的問題，也不見得是說當地人說的是錯的。歷史它是一個有選擇的，就是我們怎麼去看待我們的過去，我們有時候會挑我們想講的，不想講的我們就不講，有時候會做一些調整，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劇本。所以呢，當地人講的這個口說歷史呢，我也會去聽，然後會聽聽看他們在意的是什麼，然後我就發現有些家族呢，他們可能特別在意的是清代的歷史跟這個戰後的歷史，那他們就會給我看到很多的家族的資料，比如說家書啊什麼的，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刻意把日本時代的那個歷史給淡忘呢？這個可能就會變成我們可以繼續做調查的地方。那同時呢，我們也要有一個小心的地方，就是這代表說，他們當地人呢，可能就是有些歷史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傷痛。我們即便手上有很多的資料，但不代表我們就要把它當作
这些文献都把它当作是真的，我们可以去和这些资料相关的家族一起去讨论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最主要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绘本里面提到的这个林天福的后代，他们后代都不知道有林天福这个人呢，可明明祖先牌位上面有这个人。对，那我就慢慢的去收集资料，就是慢慢累积之后呢，再去找他们的后代的这个子弟，一起去看看他们以前家族可能发生的是什么事情。那我也不急着诠释说，这可能是代表说，你们的那个祖先林天福好像是坏人还是好人，历史人物没有好或坏，那我们一起去讨论，慢慢得出可能的答案。那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的反应，有些我想一光大哥可能看到的会更多，也许有些会震惊，有些会不太能接受。他们的反应，不要说他们，以我的经历，我小时候我知道，林天福是我们小时候讲学话拢讲贼王，我哋万世贼王，简单讲都系大坏蛋。你迄不是你做贼啦也算台湾人词人标货的包括一点本身呢，伊的后台也是拒绝承认一件事情但是后来我哋发现讲我唔错，因为伊895路临时选谈的一件事情，我讲第一年的时间，伊定有同日本政府有和谈嘛后来也系感谢我哋田氏伊嘅同学，伊都请出当初林菊仙同日林天福一定画押的本人的投降的书，都有写讲唔好再犯，那再犯不但株连九族，还要什么牵连祸及子孙祖孙迄两个人人都讲因为有一段时间，变咧讲又再过1898是林天福路边日本人的匪首没有土匪头子，一旦唔可以承认，甚至要土白抹杀，因为唔可以承认，如何乱臣贼子，如何伊个所谋的意念就是爱等万世，你底下讲耶路的土匪也一段故事，包括他们讲临时性故事，几乎爱等万世所的全部拢负面的。等于如果经过一定嘅纪时代嘅时间，也就其实对我哋来讲嘅话，係一個重要嘅歷史。但是因為喺日本人嘅統治底下，一段歷史本當天亦都慢慢的去，算是刻意的去遺忘它了。因為其實頭東我哋有講啊，剛剛那個時候的跟日本人的一個簽約裡面，林吉軒跟林天福都有在場的話，都有，表示林天福他也不是一個等閒之輩啊，佢冇一種可能會提嘅同佢簽嘅約，只是個可能簽約以後，會發現到日本政府做嘅事情唔滿意，這個移民唔滿意，所以在做了第二次的一個抗爭。好，所以說可能喺日本的歷史地位，亦都變成一個匪首，從我們錯冇講好壞，不說好壞，只是很忠實的去回去把它整個呈現出來，因為它就是我們客家的先民。好，咁做多一件事情，其實我哋鬼通我哋慢慢有技術點，頭都有講，其實唔單止係產業啦，同時我哋對於我哋呢佛房嘅歷史啦，對富強人文歷史嘅也部分嘅研究。咁最近我哋有技術點有乜嘅發通？我哋開始做嘅書店也藝術村以外，我哋慢慢嘅開始愛用推產業，我哋愛推嘅藝術市集，我哋對開始8月27提市橋水副郵局愛隆重登場伊嘅藝術市集，伊主要都係文創、農創的商品，個在地美食。也會有這樣嘅二手嘅跳蚤市場嘅販賣，同嘅街頭藝人來表演。希望
以后从泰新的每一日拢有1到2次的也个市集的发通。故事其实也要书店唔单止讲，其实伊迄关心到当地的人文历史，同时嘛重视当地的产业。啊，在节目最后吼，我想还是要帮我哋呢，问题问我哋呢，我哋来自祖辈的伊的后生的哦，因为来到我哋南浦作为也为伊的计划以后吼，虽然讲系人硕士论文，但是问题系。回到你来到这样子六堆，接触到这样子一个其实算是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一个事情，那对你的收获是什么？我的收获是，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旅程，我也还在学习。那我第一个收获是，我们在做所有的历史调查的时候，其实要戒慎恐惧，因为大家脑中的历史。想说的故事不一样哦，比如说我们在做绘本的时候啊，我好像就只是单纯的把我想讲的故事讲出来，然后后来呢，其实就会有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在这个地方耕耘更久的前辈会来质疑说，这个地方你好像写错了，那我也其实也要很虚心的，就是去看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是不是？缺少和大家的讨论，历史是共识，而不是一个人决定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看，我们可以去怎么去看待我们大家的过往，这样对。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收获。对，那第二个收获呢，我也发现我在屏东发现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屏东虽然是一个平原，对不对？我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也在想说，哇，屏东是个平原，跟新竹不一样，新竹都是山，然后屏东都是平原，所以它是一个平原的历史，对吧？后来发现呢，在做这个历史调查过程中发现。人和河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深厚的，尤其是屏东最重要的那条河流东港溪，一年四季都有，以前一年四季都有水。那人就是不同的人群呢，就是住在它旁边，用它的资源，透过它去移动，去和不同的人做贸易、做交换，甚至是结婚，又衍生出非常多的宗教仪式。我想河流的文化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尤其在平原上面要特别注意，平原是河流冲击而来的。那从一个后生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六堆今仔对你来讲是乜嘢的意思啊？我来到六堆，我其实是一个想要去了解，就是和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虽然我们都是客家人，可是可以看到和我完全不同生长环境的地方，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经验。特别是我住在竹北，然后竹北它是一个大家脑中所想象这个科学城的郊区啦，科学园区的郊区，所以它在我成长过程中，那个农村的景色跟那个环境已经快速的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来到六堆，特别是来到这个万峦有机书店，发现哇，这边的很多很活泼的活动，大家都对于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这个未来的想象，努力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我就就是越加就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就更加的这个心动，对。虽然讲有讲过同的天桥也要年纪有差了但是伊的2年都味道慢慢会努力去留下一些本土的人可以去记录的事情。今日我感谢两位来到来现场分享很多精彩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观众朋友，有幸大家来聊。希望大家休息一下哦，等停下来现场来看下运动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